汉加油！武汉加油！武汉加油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新冠病毒不可怕，科学防治战胜它。新冠病毒不可怕，科学防治战胜它。不走进来不发油，不聚回来不旅游。不走进来不发油，不聚回来不旅游。安心居家享天伦，健康生活有精神。安心居家享天伦，健康生活有精神。如果你从内地来，快进我多回报。为嘛个？如果你从内地来，快进我多回报。为了家人和朋友，担起责任与使命，自家隔离14天，发热咳嗽就瘟疫。为嘛个？听党话，听党话，共同战胜它。新冠病毒不可怕，科学防治战胜它。新冠病毒不可怕，科学防治战胜它。勤洗手来多通风，不恐慌来不侥幸。勤洗手来多通风，不恐慌来不侥幸。戴好口罩要牢记，外出返乡走隔离。戴好口罩要牢记，外出返乡走隔离。落实防疫的号召，共同打赢防疫战。国家有难不添乱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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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代价加重是贡献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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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话，马哥，不走进不放油，不在外面到处走。落实防疫的号召，共同打赢防疫战。社会各界同努力，疫情很快就过。我的名叫口罩，现在我很唠叨，捂住嘴巴，捂住鼻子，不让病毒过到耶。马斯卡，马斯卡，马斯卡，马斯卡。现在疫情期间，不要到处乱传，约会不会靠一边扔微信视频聊天耶。在家隔离期间，大家分工做饭，早晨拉面，中午米饭，晚上再吃抓饭。雄鹰们也做饭，老婆当然洗碗，家里没了鸡蛋，我们自己在家孵蛋耶。马斯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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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，就这样。